来，这个武汉肺炎是甲观光上侪咧真正力，尤其是这个航空业，华航都发公开批互员工，讲即届这个疫情是造成放射式的冲击。3月份已经取消航班49%，4月份嘛取消33%，就算有咧飞的航班，平均的载客率嘛无到一半。讲这个状况比当年的 SARS 甲金融风暴搁较严重。为着要互公司继续来生存，希望员工会当主动来休假。华航空中小姐挂喙暗出勤，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要2个月啊，华航挡袂牢啊。甚至讲，即卖影响袂输是水崩山。2月份取消将近1400班次，占总航班比例差不多是23%。3月份目前嘛取消将近3000班次，有49%的比例。4月份嘛取消2100班次，占33%的航班，而且班次有可能佫继续减少。昨晚特别发内部公开信，互员工讲，为了好公司会使继续生存，除了请当然主动提出特殊事假、甲放宽流程申请，嘛希望讲当然配合这段时间安排特休补休，若情形继续恶化，公司都要提出其他应变方案。除了减免一些权利金、租金还有这个降落费的减少之外因为他们确实受冲击伤害最大。那我们也跟行政院在反映针对航空公司建议呢，另外能够有专案来协助他们。部长希望大家共度难关，不过工会烦恼讲，华航后一步采取的应变方案是裁员，安尼影响到真侪人的生活。政府纾困的部分，同时也要重视劳工权益，保证这个不裁员的部分。乐见政府提出交通部提出这个贷款展延跟利息补贴的部分，我们也希望尽速通过。工会嘛提出建议，会使伫这个时阵为员工进行进修课程、升等考试等等。其实国泰航空2月7日宣布讲，鼓励员工伫6月30进前休3礼拜无薪假。中英航空进前内部嘛公告，鼓励当然使用特休假。航空业即马生意真歹，大家希望讲这个疫情会使赶紧结束。